沙由4月20號跌低到而家成10日，先恢復返個狀態。10日啦，依家先沖返涼。今日係2026年5月1日，星期5。猛咁洗身，洗乾淨啲啊，沙由哈！沙由好乖仔啊，又乾淨啊，頂唔順啊，要沖涼啦。沙由啲腳甲俾人剪，磨到短晒，揸個碗都揸唔穩啊！沖涼好爽啊，係咪啊，沙由？哇，沖到爽晒，游水咁滯啊你！沖完涼咧，就媽媽幫佢吹完，佢就喺度扮靚啦。扮完靚啊，開始瞌眼瞓啦，係咪？沙由想瞓覺啦，係咪？依家都夜晚9點半啦。圓揼揼啊，幾得意啊！呢個仔哈，呢個仔圓揼揼咁得意嘅，好似一個雞蛋仔咁嘅。唉，陰公咯，心臟病唞氣都難啲。